大家好，歡迎收睇稅務的事。今次稅務的事所講嘅內容呢，就係講如果各位外國嘅朋友暫時短時間未有打算咧申請經營管理簽證過嚟，純粹就係想投資物業，係唔過嚟嘅，咁應該去點處理啦？咁一般嚟講呢，咁唔打算過嚟嘅外國朋友啦，咁你可以透過本地嘅中介咧，你可以購買咗你嘅物業，咁啊完成一個交易。咁啊有啲人就會問咯，當你買咗個物業之後啦，咁需唔需要報稅㗎？原則上係要報稅嘅。你買一個物業翻嚟之後，可能你會因為呢個物業會產生收益啦。譬如話佢本身係一個帶租嘅物業，又或者係本身係一個民宿嘅物業，或者係你可能透過管理公司協商咗，每一年咧定期會有一個返還一個利潤金額俾你嘅，一整年落嚟你哋都會有一個收益啦。咁我哋咧就會建議外國朋友啦，你哋都需要喺隔一年、翌年啦、2月15號至到3月15號咧，要做一個個人確定申告，就將你上一年度一整年嘅所有所賺到嘅收益咧攞去報稅。咁你報稅嗰陣時咧，當然啦，你嘅收益係可以報，同時間你嘅支出所謂嘅經費咧都應該係可以扣減嘅。咁之後咧就透過你哋嘅稅理士啦，可以申告咗佢，咁你哋就會盡咗一個稅務嘅責任啦。咁譬如話，另外有啲朋友咧，就譬如可能佢有啲遠見啦，咁可能佢哋第時可能會申請經營管理簽證，但係咧就暫時未有呢個考慮住，咁又想用公司持有咗佢，咁啊得唔得咧？咁當然係可以得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就純粹咧就喺日本啦開一間公司，之後咧就用公司嘅名義去持有咗佢啦。持有咗佢咧，因為由於係公司名義啦，咁公司需要每一年要做個 audit 啦，我哋叫做法人申告啦。同樣啦，如果法人申告嗰陣時咧，就一整年之後咧，你就將你嘅物業所得嘅收入咧，就透過公司咧就去申報咗佢，亦都將啲經費扣減咗佢之後咧，就透過公司個途徑咧，就可以申報咗佢。個人確定申告嘅稅金咧係20.42%。如果你用公司嗰條路去走去申報咧，利潤唔過800萬嘅話咧，就係15%。所以咧喺呢個地方咧，你哋係可以再諗下，到底你哋應該要用個人持有啊，定係要用公司持有會比較合適你哋啦。如果有相關嘅問題咧，不妨都可以嚟問下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稅務的事，多謝晒。